中坜警分局昨25日深夜接获报案，指称辖区内某养生馆有男子持枪滋事，现场疑似一触即发。警方不敢大意，立即派遣多名警力赶往现场，并同步通报线上巡逻员警设置拦截点，全力围捕涉案人员。警方到场时，养生馆内的气氛剑拔弩张，员警迅速安抚在场民众情绪，并展开搜索行动。不到20分钟，便在养生馆附近成功拦获谢姓及钟姓男子2人，并当场查扣疑似作案用的玩具冲锋枪、玩具短枪各1把及弹匣等证物。虽然经初步确认为玩具枪，但外观与真枪相似，仍造成现场人员极大恐慌。据了解，2名男子在警讯中辩称，当晚他们在养生馆消费后，发现一摞装有3万元现金的黑色包包，打电话回去询问时却迟迟未获回应，一气之下折返养生馆，并带着玩具枪与店家理论。然而，警方认为此举已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，讯后仍以恐吓罪嫌将2人移送法办，并将持续追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行为。警方也提醒，无论是真枪或玩具枪，只要行为足以让人心生恐惧，都可能触法，呼吁民众切勿一时冲动，以身试法。中坜警分局兴国派出所昨25日深夜接获报案，指称辖区内某养生馆有人持枪闹事，情况十分危急。警方立即启动快速反应机制，一方面赶赴现场了解状况，另一方面同步调阅周边监视录影画面，锁定嫌疑车辆行踪，并通知线上警网于各路口设置拦截点，全力展开围捕行动。在持续追踪与调度下，警方仅花了20分钟，便在平镇区环南路2段与延平路2段口成功拦截涉案车辆。员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车辆，当场拘捕28岁谢姓男子与29岁钟姓男子，并在车内起出玩具冲锋枪1把、玩具短枪2把及弹匣等相关证物。虽然确认为玩具枪，但外观与真枪极为相似，足以在深夜情境中引发现场民众恐慌。据警方初步调查，2名男子供称，因在养生馆内遗落装有3万元现金的黑色包包，事后打电话向店家询问却未获回应，心生不满才携带玩具枪折返理论，并否认有意恐吓他人。不过，警方强调，无论真枪或仿真枪械，只要行为足以造成现场人士恐惧，都可能触法。讯后已依涉嫌恐吓罪将2人移送法办，并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冲动而误触法律红线。